強積金推行至今超過10年，經常受到打工仔批評高投資低回報。積金局發表研究報告，發現基金平均開支比率係1.74%，其中行政費大約佔咗一半。以截止去年中為止，強積金戶口滾存嘅總額3560億元計，費用大約係27億元。報告建議加強電子化處理手續程序，減低營運成本。對於現行嘅強積金制度，積金局建議政府透過立法設立基金嘅收費上限，同埋規定所有強積金計劃必須提供低收費嘅基金選擇。積金局亦都建議引入低收費嘅基本基金，以及引入非牟利經營者，以增加僱員嘅投資回報。不過，積金局承認節省各項成本，最終未必可以令基金收費大幅下調。我哋嗰啲受託人同埋嗰啲推薦人啦，亦都好清晰啦，佢哋係經營一門生意嘅，所以嗰個成本下降啦，我覺得佢哋係會反映呢個喺個收費上面。但係咪減10蚊成本就減10蚊收費啦？咁呢個呢，亦都係佢哋生意上有啲決定嘅。譬如呢，我哋亦都喺安永個報告裏邊講話，我哋將來要優化啲電子平台啊咁。咁可能佢哋啲受託人呢，係有個成本咧去優化呢啲電子平台嘅。咁所以呢，佢哋喺呢啲喺呢個程序裏邊呢，佢哋可能亦都要投資，亦都可能希望咧收翻一個合理嘅回報。而積金局主席胡紅玉話，最終目標係希望做到強積金全自由行。我哋有幾個技術嘅問題呢，一定要預先解決。咁呢個係包括我哋嘅對沖機制，即係話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同我哋僱主嗰部分嘅對沖，我哋一定呢要係睇到個解決嘅形式方案係點，咁呢先至能夠確定我哋全自由行嘅做法實施同埋日後嘅時間表。積金局預料改革建議可以將強積金嘅收費比率降低0.35個百分點，每年節省大約12億港元嘅行政開支。喺未來5年可以再額外將比率降低0.25個百分點，合共節省0.6個百分點嘅成本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曾子倫報導。